立夏到咗啦，養生咧要記好呢4點。中醫認為咧，肝臟咧喺春天咧就完成咗陽氣嘅生發，咁喺夏天咧就係我哋養心嘅好季節啦。呢個季節咧，大自然咧陽氣係好旺盛嘅，咁人體嘅代謝功能咧亦會加快咗，咁我哋嘅身體咧就需要更多嘅氣血，咁從而咧我哋嘅心臟咧就會加倍咁賣力工作啦，咁就去輸出更多嘅血液，就會導致咧呢個心臟嘅負擔會加重咗，咁消化咧亦會大咗。所以咧喺夏季咧養生嘅重點咧就在於養心，咁就牢記呢4點啦。第一就係多食啲百合，百合咧就係入心經嘅，佢咧就能夠養心陰，煲水或者煲粥都可以嘅。第二點咧就要瞓翻好一個午覺啦，因為咧中午11點到1點咧係我哋心經當令嘅時間段，呢個時候咧瞓夠30分鐘左右咧就可以養心啦。咁第三咧就係用西洋參咧焗水飲就可以補心氣、養心陰。第四咧就避免出汗過多啦，因為咧中醫講汗咧係心液，出汗過多咧就會損傷呢個心液，從而咧就傷咗呢個心陰。大家記低未呢？